雲福縣一場世紀5級大火，導致最少146人不幸喪生，全香港陷入一片悲痛之中。今日星期日，過千市民專程到廣福休憩處獻花致哀，雲福縣外圍都築起人龍。到中午時分，排隊獻花嘅人更係絡繹不絕，人龍甚至排到公園1公里之外，龍尾橫跨至大埔海濱公園，完全見唔到隊尾。紅磡過嚟嘅，我諗緊可以有咩做，我就整咗少少花啦，呢啲自己織嘅咁樣，攞咗啲公仔，希望佢哋上去可以攞嚟食啊，或者可以攞嚟玩下咁樣。有個 friend 做消防員，好 sad，悲痛嬲，希望佢哋喺上邊唔會再有火災。即係我自己都住呢度嘅，咁但係你見到好多街坊其實喺入面，真係好慘啊！屋又冇，乜都冇。咁佢仲細，佢未必好理解呢樣嘢，但係我哋大人又好清楚。唔使喊啦。咁我係想佢知道，喂，其實你可能有少少自私，你已經係影響到好多人，係連屋企都冇埋，家人都冇埋咯。有幾日都係好唔開心，同埋好痛心自己，即係呢個社區係自己愛嘅社區，自己心目嘅社區，竟然發生啲咁嘅事，想俾個擁抱佢哋咯。嚟緊呢段時間一定係唔容易咯。現時雲福縣外圍已經變成白色嘅花海，大家都喺度寫低字句，願逝者安息，傷者早日康復。亦有人感激消防人員嘅辛勞付出，留低自己畫作致敬救護同消防人員。喺火災中罹難嘅仲有多位外傭，今日唔少嘅外傭姐姐都嚟到現場獻上心意，仲有人情緒激動。喺呢邊好多我朋友，我很難過。你好多朋友都住喺上面，我很難過，我心好痛。我朋友是人嚟姐姐，都有心好痛啊！見到咁樣，我心好痛。另一方面，現場陸續有社會機構為災民登記援助金，亦安排職員幫手填表。不過有災民話救助資訊唔夠清晰。好老實，依家係我哋要周圍走咯嚇，即係同埋啲資訊唔係好知，都係大家有陣時我知道話俾你聽，你知道話俾我聽咁樣咯。再問人就話俾我聽喺呢度咯嚇，咁啊又再走嚟呢度咯，咁所以依家都滿頭大汗。我知道佢好有心幫我哋啲災民，但係問題集中啲嘅時候咧，我哋真係冇咁疲累咯，因為已經身心好攰。仲要東奔西跑咯嚇！總括加埋，其實你而家得到嘅資助有幾多啊？咁攞埋政府嗰1萬、3萬零，冇乜用啦，梗係唔夠啦，成間屋都冇晒。烈火無情，受災單位滿目瘡痍，網上流傳單位災後嘅照片，廁所燒成焦炭，睡房嘅地下變炭，睡床燒剩幾個櫃桶。客廳同其他房間嘅牆壁燒到漆黑，所有家具全部被高溫火化，可以形容係人間煉獄。如果有人走唔切，後果真係不敢想像。而當初用積蓄俾咗天價維修費嘅雲福縣業主，佢哋對未來有啲咩期望？收6期收5期啦，已經即係我哋17萬中間位咯，就有1期2萬幾未俾咯。咁你覺得你俾咁大筆嘅維修費換翻嚟，結果係咁嘅話，你有咩感受啊？好似燒冥鏹咁燒咗佢咯。好似當只有苦笑咧。個個都係牙痛嗰聲，而家都俾10幾萬落去咗，爛咗尾啦，變咗。就點啫？業主咪咯，會話要咁做，咪冇辦法啦。我大圍一齊做，冇嗰時都反對嘅，好多人都反對㗎。好多人都反對，而家做燒咗咯，點啫？如果可以就抽啲單位出去俾人認購啦，再其次再唔得就係都係重建嘅機會，我比較接受啲嘅。但係好多聽講周圍嘅街坊都唔係好接受嘅，就因為心理上啊受呢個創傷係好傷嘅。佢都唔想喺度住，你俾翻佢都唔想喺度住嘅。你要重置嘅就重置，但係一定要安置我哋咯。起碼基本你要俾翻一間屋我哋。